首先啊，去個字，去一個字是一個字，去個字，什麼玩意兒？後一個字，去個字，陰暗神去個字，西個字係咪？哎，啊，西個字，後信，同佢呢個字。啊，等會兒，讓我緩一緩，你得去嘗試去理解我啊，媳婦。紅字，紅在梁上，紅在梁上，橫在梁上，用紅仔紅在梁上，用縫針縫在梁上，紅仔裹在梁上啊，用繩子掛在梁上，係，懸梁自盡，不是，這個梁仔，係需係寫字，這個梁仔啊，而去係，好款啊，我知道，頭懸梁錘刺股，懸梁刺股，係，要不電視機，一個電視機，電視機啊，電視機啊，電視機。電視機，電視櫃，電 TVB 什麼啦 ？TVB 什麼啊？電視台，電視劇啦。有個電視櫃，一個電視劇，甄嬛傳。甄嬛傳，有皇上，有名，皇上也叫什麼嘞？天子四個字，龍的傳人，no， 單嘴犀嘢啊！什麼玩意兒啊？單嘴，單指，對，單嘴係嘢啊！單指他爺呀！單嘴，單指四爺，一盤菜，單指四爺的一盤菜，係東北人很愛啊！東北人很愛的四個字，你也很愛，我也很愛啊！南昌街頭有賣的，財經大學門口有賣的，這間夜市呀！啊，鍋包肉不是吧？四個字呀，好街呀！你再給我形容下這個吃什麼味道？味道，膠原蛋白啊！膠原蛋白，係啊，豬腳，什麼豬腳啊？大豬蹄子。哎呀，我都講到你嘴裡，還是不會呀！